大家好，我係素明，入嚟坐低，聽我講一個故事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自不量力嘅成語——班門弄斧。喺充滿競爭嘅世間，我哋有時會唔小心忽略咗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嘅道理。故事要由春秋時期講起。當時有一位好出名嘅建築大師同發明家，叫做魯班。佢嘅手藝精湛到可以話係鬼斧神工，後世更加將佢奉為木匠嘅祖師爺。只要係學木工嘅人，無一個唔崇拜魯班，甚至視佢為職業生涯嘅最高標杆。去到明朝，有一位詩人去到採石磯，見到後世為咗紀念魯班而建嘅魯班門。佢發現有唔少自以為才華橫溢嘅人，中意喺魯班門前揮舞斧頭，炫耀自己嘅木工技術。呢啲人完全唔知自己嗰點微不足道嘅技藝，喺大師面前根本唔值一提，就好似喺關公面前耍大刀一樣。除咗顯露自己嘅淺薄，並冇其他意義。班門弄斧話俾我哋知，人應該保有謙卑之心，明白自己嘅局限。喺真正嘅專家面前，過度炫耀只會自取其辱。唯有虛心學習，先可以不斷進步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故事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俾朋友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我哋下次再會。